现代人按无限下班呢，高手议会自家来开火煮食，长期关心环境、土地、食品安全议题的主妇联盟，一年都发起自主运动，希望打帮煮食的过程，大家会个认识食材，也个关心各种本地个唔会有兴趣去关心嘅议题。提新做事嘅野场主题系全食利用。接下来看下先用来透过煮食同议题表演去，本民众有感觉。还溜吗？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再放进去。平常时按部石头6点半几度，也靠4点的就赶快弄嘢。你第一次参加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我很喜欢料理，我之前会到别的教室去上烹饪课。那头绪饭就交给你煮。好。吃煮法通煮烹嘢，行规矩，行上行下，见看到你就吩咐佢爱做乜嘅。志恒，你等下切完的东西哈，就来放这一个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用这些弯弯曲曲的小黄瓜来做沙拉。嗰多人都係下班咧來也參加活動，也當中有人係家庭主婦，有人係大學生，也都唔少唔少人始終共下，有人洗菜，有人切菜，以上做結好，就係味道愛食呀，還向人自家做來食嘅活動。就開始大家會講，因為你題目按到大家強下來主動性，哦，呢下人好冇慳，然後主動性嗬，機會感覺講。煮份拍沙式，剛開始講應該動為主，嚇，這樣做得來主動是本人選。然後後來大家來一邊兩邊以後是有感覺講，其實根本唔係講你急為主，你比較重要嘅係講，強下來煮，愛煮一啲，你煮一啲，你交換一點意見，可能辦煮，好，然後互相交流的過程當中，人老人之間的距離嘛，來好近。煮菜其實蠻好玩的，可以順便認識人，不用太刻意這樣。今日的主題係全食利用，連火龍果嘅皮就有想唔到嘅用處。你火龍果見面是話，你看常見你去白天以後，水果是哪做水果水嘛？該個皮因為佢咧係友善栽培，冇溶農藥嘛，冇溶化肥嘅。你是話那來攞佢切細絲，攞佢烘蛋，所以你今日做火龍果烘蛋。豚火龍果是腸排。皮殼腸黃色的部分削下，肉做肉，皮拿來切膠，打軟落去攪攪吧，就愛準備拿來煎軟。你就勇敢的把它倒進去。慢慢9層炒蛋，好不好？撈啲好濃，唔好灌水。然後你要撈啲木香香，弄平平的來。等一下，這邊是什麼？還沒有到。大學生愛做事，看起來無按叔叔，唔過無條件，順後就有落腳嘅踢嘅搞。好，盤子拿好就好了。好，還沒熟哎。沒有，接下來要平平的進去。對。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把蓋子蓋起來。這個時候烘蛋才會成功。這樣就上好了。當一片係提處理高麗菜葉，該貼片的係連菜盒就拿來用。照統計，一粒高麗菜對身體都是幫助，重量至少減少20%。你睇你都會看到咧，薄體，你買到4寸2隻咁樣嘅，可是講真嘅，按住稱成薄體2隻高麗菜。到安尼收檔1公斤，佢可能讓那1斤，佢可能到最尾佢寸到半斤都有啲甜。平常也會自己會煮一點飯，然後想說就剛好可以來學一點不同的做法，這樣子就是會讓我們更了解食材是從哪裡來，然後要怎麼去料理它，讓我們更了解這些東西，這樣子。鑊頭辣辣，就準備而來煎海蔥高麗菜餅，再用這個飯匙把它壓扁。好，我覺得你技術好，應該可以煎到5顆，但我覺得我們第一開始煎4顆好了。唔怕富貴嘅嘅長菜果子，接受目前到市場就本日淘汰去。實際上鹽米絲冇天錯會看冷，旁歸機拿來櫃袋上來慢慢嚟洗呢瓜，同大家講先係觀念。好，小黃瓜你時常地位如何？普通些買都係切切葱葱嘅哈，可是講真緊。
起头菜咱啲无那种某可能全部都脆脆冲冲，因为了到小黄瓜，佢太拢上来片，佢是会十分凹入下凹成改片。像那样的东西，它讲真一种时冲掉的这个叫做非规格品，好，大部分是变到剩食的。 好，所以你希望讲今面做咧，先用实体炒菜炒体，或是做沙拉做体。我们小黄瓜都是挂网子生长的，它假如那个小黄瓜在生长当中有碰到网子还是碰到阻力，它就会开始弯了因为它每一天都会生长你假如有阻力的话，它就为着要生长，它还是会变成弯曲的没有阻力的话，它就整条都是直的。讲到全食利用保存食材。 听错会讲到客家人一定会的卤含汤的功夫。过一阵子小芥会很多，然后它也是冬天很盛产的蔬菜，它可以做雪里红，但小芥的味道很呛，所以如果小芥做雪里红一定要隔夜。那还有这个东西，这个有谁知道是什么东西？白萝卜叶。对，白萝卜叶。你行业冲下走哈，你普通来走些，我们冬天会走咸菜、咸菜，好酸菜。 客家庄的婆婆都很会腌制东西，就是在每个季节它盛产的东西，因为鲜食吃不完嘛，你必须要透过腌制，它才可以长久的保留。我要来，今天用哪里？放这里。我认为这不是。我要来烧菜，好，我放这边。日本来了。 2023年做出贵族的暗餐菜，食用味都有。它係自家做的菜一定上，將開做無結構的，就本人食到客講。辣椒很好吃。台鐵的廚餘講真經嘅落到焚化爐，但焚化爐是很有好用問題，因為你台灣人、華人煮東西吼，然後歐洲人煮東西差凍到，你用好多，當然東西都係油來炒，然後油好鹹又好甜。 有啲鹹鹹甜甜油油嘅東西，然後很油像有按濕濕調落去焚化爐底部度呢，到最尾幾時會變到講，熱落去，好焚化爐人咧希望佢燒到600度以上，咁濕嘅東西熱落去，焚化爐嘅溫度是馬上下降，一下降以後是開始會產生世紀之毒戴奧辛，因為你嘅食鹽啊、醬油呢、底部度呢都含有氯化鈉，在氯分解的過程當中就會產生戴奧辛，所以我們其實。 我想推全食利用是希望講，睇這個到主食底部度呢，你到了了東西千無是 Q 你是好少東西不調到垃圾堆底部度呢。此做法通大概就設計無共用嘅主題，包含嘅各種土地、環境、食安也都抗冷掉嘅議題。自家做熱傳飯菜，唔但將都市食飽嘅，美學到加改到。然後從下到一上到底咧好硬嘅東西。 用辦來根本其他人地講了當重繞，然後退了到認同按多年以後吼是感覺講上次了東西挺硬嘞，然後直到今年都開始通熟煮了的東西先就有感覺講，你有撈了的食物，撈了背後的農民了都有關係，然後嘛，你啟動到白去過以後嘛，最近去到講，然後台這個強下來樣主食，台這個確實。 一篇食盤，一篇煮東西哈，睇這個來了解了到好硬嘅問題時間，睇這樣用一種好開放嘅心胸來了解這個問題。我覺得這樣其實對環境污染比較少，對，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這樣利用食物。而且我們家自己有種稻米，有種菜啊，而且有種火龍果，然後我從來沒有就不知道說火龍果的皮可以拿來煎蛋，對，所以下次可以回家推廣一下我的家人們。吃完飯再聽一些相關的知識，讓自己可以好好的利用食物，跟好好的了解環境發生什麼問題，覺得很有收穫。那在聽的同時呢，孩子也吸收一些不一樣的知識。這是為什麼？雖然是晚上，我還是帶着孩子來。吃住運通大幫主食，屯食物吃住前拿到進來，連環境議題每邊都屯自家有鬼層嘅關係，就喊各位向外去改變。然後在這裡，大家說不想下面有，那我們就。